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2月27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申命记第9章第1节到第5节，使徒行传第3章11节到1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阳光归主。伫现代公务的部门中间，有真侪人拢是安尼徛功劳杀责任。所谓的加一项事，不如减一项事。会当无要承担，就莫承担；会当来徛功劳，就会当帮赞伊的成长。其实这是人性吼。亲像有真侪人伫咧专讲啦、见证的中间，总是会提到讲家己的工作偌尔拍拼，偌尔有功效，会当达到今日的成就。真少听人会直接就讲，这是某某人的功劳，还是讲归荣光互上帝。伫摩西时代，以色列人嘛是安尼，所以伫这个申命记第9章第1节到第5节。安尼讲，以色列啦，着注意听。恁今仔日要过约旦河去征服遐个比恁搁较大的国，因的城大搁坚固，悬到拄天。因的人民顽强大汉，是恁所知的阿那人。恁捌听人讲，啥人会当抵抗阿那人？今日恁着知，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的头前过去，亲像吞灭的火，要甲因来消灭，互因困伏伫恁的面前。恁着照上主的命令，甲因赶出去，紧紧甲因消灭。上主恁的上帝为着恁将因赶出去了后，恁的心内毋通想讲，上主带阮征服这块地，是因为阮的功德。其实，上主是因为遐个国邪恶，才甲因赶出。恁入去占领因的地，并毋是因为恁有甚物功劳，嘛毋是因为恁的心正直，是因为这个国邪恶。上主恁的上帝才会赶走恁。赶走因啦吼，搁因为上主要实现伊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的应允。经历上帝的保守，千万毋通掠做家己会通揽这个功劳，讲哇，拢是阮家己的能力。昨伫查经祈祷会中间咧讲到着迄个继承权的问题，其实也有真侪人将这个遗产当作家己应得的，甚至来揽权、来徛功劳、占有所有首位，认为讲家己是长子就拥有这个分配权。拢毋知影，像这种出自贪婪的心态，是得罪上帝，是无有久长的。彼得伫圣殿宣讲耶稣基督国活的福音。伊虽然这个责备以色列人杀害着上帝所赏赐这个永生的来源，但是重点伫伊。后壁咧强调，借着耶稣基督上帝赐予咱的阳光，所要享受落来信心甲快乐。彼得伫遮并无因为伫头前伫美门，伊伫迄位摆骹了后就骄傲，伊反倒转来归阳光互主耶稣基督迄个权柄甲荣耀。使徒行传第3章11节到16节，彼得对当初时的听众证人安尼讲：伫所罗门的走廊，彼得得到医好的迄个人，甲彼得甲约翰扣条条，
众人大奇怪，拢惊活来。彼得看到遐个人，就甲因讲：以色列人啊，恁是安怎对即项代志感觉奇怪呢？是安怎注目看阮，想讲阮是靠家己的能力，还是倾情互即个人起来行？后壁来喊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就是咱祖先的上帝，已经互伊的仆人耶稣得到荣光。这位耶稣恁甲伊交互官府，彼得倒决定要放伊的时，恁当场拒绝。恁拒绝迄位圣佮公义的要求，彼得倒放一个杀人犯互恁。恁杀死活命的源头，就是上帝互伊对死人中佮活迄位。阮是即个代志的见证人，对信靠即个名，就是耶稣的名。恁所看见、所捌的即个摆骹的人，有得到快乐，对耶稣所享受的信心，即个人完全好起来。即项代志，恁大家拢有看到，就亲像《使徒行传》伫尾了所讲的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光，拢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诗篇99篇，上主做王，万民摇摇掣，伊坐伫天三基路伯宝座的顶悬，大地摇动。上主伫锡安最大，伊受万民尊崇。愿因称赞伊伟大通行为的名，伊是至圣。有大权能的王啊，你以爱正直，你建立公平，伫以色列施行正直公义，着尊崇上主咱的上帝。伫伊的脚点的头前跪拜，伊是至圣。伫伊的祭司中有摩西甲亚伦，伫求叫伊的名的人中间有撒母耳。因求叫上主，伊有应答。伊伫云条中对因讲话，因遵守伊颁布的诫命甲规例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有应答因。虽然你有照因的所做，甲因报应。要求你是赦免因的上帝，就尊重上主咱的上帝，伫伊的圣山跪拜。上主咱的上帝至圣。感谢主享受救恩，透过耶稣基督各我的权柄，互人得到帮赞，互病得到医治。求主帮助阮来，会通谦卑看重上帝的恩典，来归荣光互上帝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